中秋食月饼佮烘肉，就要注意哦。月饼佮卵磷酥拢是各油各甜。台南某多位民众因为食伤济卵磷酥，食出毛病。伫台中哦，某民众食烘肉，食甲得到急性的胃肠炎，去看医生。医师嘛提醒讲，烘肉的时应该甲青佮有色的物件分开，才袂食歹腹肚。 中秋节，袂少民众会收到月饼，也是卵磷酥黄黄的糕饼，带着甜甜的芳气，互人流嘴烂。但若要食，一定爱站直。台南一个50几岁的男性，因为食大量的卵磷酥，常常开始腹肚痛、骨吐。送医检查，三酸甘油酯浓度压到800，红诊断是急性腰鞘炎大病院。摄食过量的话，是有可能会造成肠胃不适。那尤其是有些本来就有高血糖或者是高血脂，摄食过量的话。 一般三酸甘油酯只要飙破500以上，甚至到达1000，就很有可能会造成急性胰脏炎。 月饼、卵磷酥顶糕仔拢是高油、高糖、甲高热量食品。医师建议一天袂使食超过2粒。高血压也是糖尿病患者更加爱注意食的量。唔拿月饼已经变做中秋活动的烘肉嘛爱细腻。台中一个民众15起烘肉，想要到食煞半暝煞，严重下腹肚上病院。20几岁的女性啊，因为隔夜的食物不干净，再加上烤肉的一些食材生的部分啊、生熟的部分交杂，所以造成了一些腹部疼痛、胃发炎状况跟。 在马桶上面拉肚子，拉的一整个小时都起不来。实在经过炭火高温烘过，芳讲讲，但医师嘛提醒，烘肉的时阵，青甲色的物件一定要分开处理，以免青色的微生物交叉污染到色的物件顶悬，造成急性胃肠炎等健康问题，拍歹过节的心情。记者陈焕武、陈显坤高雄台中报道。